呀，各位听眾，咁再歡迎啦，到底嚟邊個嘅節目？即係你快揾實第三集啊！歡迎到底嚟邊個嘅節目？即係禮拜咧，我哋嘅特別嘉賓就是老焦嘅了。大粒頭 Sky 俾大粒頭歡迎。了。而家邊個亂事 ？I think 是不得買用，不得買用你都俾冚紅線，我覺得聽到你紅線先個。你是紅線還是細聲？你都係大聲誒。我咧我冇細聲咧，伊紅線啲水波咧。你可以紅線。都有等時聽。可以紅線向北邊。等陣。冚紅線。呀，特麼就是。不得買用，你特麼聲？你用你 headset 會聲冇咪水啊？特麼你聲個水是講你條冚紅線嘅。了個我哋嘅老焦個都拜歡迎。了個老焦曉哥歡迎。冇大毛哥曉哥是好玩嘅。大毛哥歡迎。Hello。了個老焦阿漢。嗨，大家好。你放假了未？放工了，我用我的customer service voice. Hi, my name is Han. How can I help you? 學嘅我咧，學嘅我 customer service voice 在講。Hi， 我叫阿韓，我按照我Hi， 我是阿韓，我按照幫路。按照幫。斗卡超行，你愛我按照斗卡超咯，佢哋愛 balance 咗，愛接累冇？咁你講下，咁人講下，我做嘅 bank 嚇，佢嘅 initial 是 CBA， 是愛笑是唔是？佢哋愛笑是唔是？對，感謝你拍聽嚟自拜 bank 自拜銀行。其實就是你開心嘅，學考你話嘅上你攞地阿崩。OK， 來，等陣，這裡我俾答案嘅姐姐。咁即係個老焦應該點 ？Hello， 大家好。有個我你紅是你聲只亂話不怎麼用。我看唔到喎，我未聽到。是唔是不怎麼用嘅聲嚟？你聲，但未必我亂唔到人嘅。但我 mute 這樣子啊 ，mute 一 test 看。motorbike 聲是裝 motorbike 只大聲是裝啊。冇人接近。我這邊是樓下有摩托車行過啦。哈，我聽到喎。OK， 等一會啊。你買嚇？你用蝦米買？你用蝦米買？這裡聲聲只啲呢？哦，你平常時不是用這 headset 咩？冇，我另外嗰時咧有款牌嘢未用啊。OK， 唔要緊。冇行就好啊，當然。了個有這禮拜咧，這禮拜我咪講嘅。要係得咯。這禮拜我幾日咧話題要同人講，對，要緊嘅就是蘋果嘅手錶嗰陣話冇得出嘛，就會。這是就會就面是定制咧，讓定制咧拜個啦，冇得貴拜個。冇人靠。我沒啦，啷聽我講話咪冇聲哦。較細聲。較細聲，等。好啊，你淡薄較細聲，唔知是我。當金咧，當金會較大聲無？當金。有較大聲，有較大聲咧，大。淡薄大聲咧。我頭面我唔知用掉麥哦。Hello， 我講我麥可能聽到你提聲。聽到。哇，你掉麥啊 ？OK， 不要緊。哦，哈咪。喂嘛，冇得聽 Skype 啊 ？Sorry，excuse me，我對 mute。OK， 不要緊。
แล้วลอง听我讲我声后面无声哦。无啊，做咩事？你看我讲我后面无声哦。你会吹气吓？我吓你啊！我吓 Invisalign，你攞嚟聽到我講我同冇超領帶的冇？流汗啊！同冇流汗嚇？攞禮拜啊！做咩事？而家當佢安尼愛，有啲細漢嘅事應做咪做？做了，頂到做了，頂到我請 braces 4年啊，3年被估過。然後我冇請嘅 retainer 先走到對啊。然後我看起來是 OK， 特別喂，南邊嘅冇兩個擺就壞啊嘅。然後伊做我頭整加一啲頂面嘅一啲手機講掉啊。等我都要冚下你，注意先。不得媽用啊！我話不得媽用，聲真係亂啊！你咪用咩？你咪用你 headphone 嚇，頭近嚟用啲 computer。大家，大家。呀，我 Skype auto answer 呀，我 Skype auto answer，人靠我接到接嚟我房間了，所以人哋講我事，我就聽我買。特別我冇聽到，我冇聽到。哈 ，because 一是 separate speaker 呢，我用我用 AirPods 和這類 podcast，然後一個 speaker 冇就啲，Patrick，你都冇聽話哇，叫我，聽嘢。OK 啊，當今較好啦，不得買呀。very suddenly，較好事。係咪嘅較好事？你會聲啊？你會聲啊 ？Suddenly，你做係咪 setting 啊？寫咩？冇啊。依個 bandwidth 較快，冇咗啲。But anyway，應該當我哋講掉，你看因我把你個請我 Invisalign 一禮拜。佢哋兩禮拜啊，差唔多，即係拜到兩禮拜啊，所以我每陣時講話是同波拉沙就冇流汗。係咪是 Invisalign？Invisalign， liner 超氣啊！我冇掛白橋，所以我未看過。未看到 reading glasses， 未看到啦。invisible aligner。你真係นะ，你出去冇夠熱水啊嘛？是，我幫你 explain。我係頂面，我頂到情，我白手機嘛，然後我頂到我是 underbite 嘅，頂到我手機是人家出來嘅。然後你手機像個 textbook 嘅手機呢？然後你水啊！然後我情我白手機4年嘛，3年俾個8個月是，然後跌了特別，我這1年20年我冇情嘅 retainer 噻。แล้วอี部歪起แล้วเป็นจะว่าติ้งมีในชิวกี้กับไอเต้ชิวกี้สัตว์ตัวคอนแทคเดี๋ยวคอนแทคแล้วว่าเหมือนว่ากาบายสิครับอีสักไอ้หนอกี้ชิวกี้ซึ่งเป็นจะหนอกี้ชิวกี้สัตว์ตัวเอียวรู้จักอีสังกัดบูสเตเบิลเหรอ你ไอเต้เขาเป็นจริงหรือ你ติ้ง面เขาเป็นจริง當兼ติ้ง面เขาเป็นจริงติ้ง刀是是ติ้ง係你咪是掉咯ติ้ง面到邊เขาเป็นจริง淡薄嘅嘛掉特別อีติ้ง刀是我是อันนี้ติ้ง刀是อันนี้แล้วปักชิวกี้แล้วจิบตัวตัวแล้วจิบตัวตัวแต่ปีตอนกี้มันก็เจ้าตัวตัวอีสักอี頭前ชิวกี้先至攞機啲當掉嚇，一啲架變咗一搖去咋？你講嗰時你冇驚一下，但到時伊 disperse 伊 stress 去把你有一個喂手喂擺當咧，只攞機伊搖喺落嚟，eventually，係咪零去啊？所以就白咯，但係你好，我聽當今佢嗰時咧頭一禮拜是嗰個超齡帶，係咧就係講先呢。有這裡講話有這裡，八分老嘛？嚇，老行超。咩諗四人鬼？掉咯，四人面講 iPhone。我上個係你夾到 Sylvester Cat 喺香港話。你係最近安裝咧病成個
咁波攬咩 shade 啊？用下面鬼去做你出去真係停氣啊！你hygienist 噃？冇啦，得咯。哇，你 sweet。當見你看我想啊，我想你試一試啊，你白咖喱暖出嚟出去啊！Oh my goodness！裝嗌，我俾我出去。好笑嘛！個老公講話真係是。哎呀，我準備去叫我白鏡啦，我未看到你啦。好冷的是，好冷。OK，但 OK， 咱嘅話題就是9月幾號啊？9月21號嘅時，即係禮拜定住禮拜5時就本來不是本來，蘋果咧，蘋果嘅公司就出即係電腦，出新電話。有。發都是裝啊，老官啊。我知道。英國中啊，我住中。哦，英國中，唔是，我住中好好。Sorry， 我發到。แล้ว咪是出蘋果電話咯，加手錶咯，之後會唔會人住人到這邊有興趣買？我買了，我等你來呢。哦，Australia 成出過 US 咧。冇啦，嘛是21號出。係啦，是講兩隻號，佢早佢忘記咩號嗎？啊，是啦。你人，所以你買到是咧？我買我未來過誒。你 back order 啊嘛？哦，你冇單啊，冇半咩單啊？冇啦，嘛啦有我一出嘅時，我啲單嘢 review 啊，係咪啊？哦，你所以買到是 iPhone XS 呀？啊 ，XS， 特別是我未記啊。哈？我去，我聽到，我去經嘅時。我驚迄個 order date 是唔是第一塊誒？哦，明白，我有陣時會嚟。Actually，我都買個了去食，所以我本時看，但是講條單我就話俾你食啊條。哦，是咯，就是啦，條單啊做咩事愛換？你單就估？單個27號。哦 ，OK，唔講只估啦，個是禮拜啦，那是啦。我估啦，แล้วรู้ไหมแต่จะ食เอารู้เบกี้อ่ะ我未記啊，係咪 size 幾個啦？โอเคจีก่อนละแล้วรู้ upgrade from ทำมิตันวะคือทำมิตันวะ SE โอ้แล้วว่ามันสิตัวฮีโร่ด้วย screen 感覺到真正是咯，因為哈，你在做咩事 ？OK， 我買這個 SE 啊，是因為哈，舊年我對嚟 Australia 先至。貴後對嚟 Australia 時是唔是？我係 5S 啊，唔知做咩事，伊個 battery 死去唔知。然後我就自己去買我嘅電話，然後我買我和我嘅 parents 債嘛。我是學生個嘛，我買迄個 SE 啊，因為上 size 嘛。我未看到，誒，真係先得我呀。啊，是啦，我買上 size。你當然你買起你 SE 哦。買啦。好嘅啊！冇啊，120塊，我知道啦呢。你買時？我買嘅是600塊。喲！哦，正差咧哦，你買 ，because 你จาก舊年買 SE 都已經只舊啊嘛。是咯。迄時啊，我係 5S 啊，嗰個賣100塊喎，我個歡喜啊。我你 5S 跟你 SE 嘅價錢差唔多上咯。哦，是咯，resale value 係差唔多上咯啊。特別我用 plan 買嘅啦，了一個月啊電話包，講電話甲迄個 service 要20個 G 啊，我看105塊，我知道了。喲，買貴嗎105塊貴本啊！貴本啊 ，OK 啦，貴啦。特別 Australia 我係 Australia data plan 較貴過 US 嘅。是 Australia data plan 真貴。我要說一個，我要說一個。你有個有住人，個住人買狗，買電話。冇買，我係狗冇買。但你朋友嚟啊，你朋友定啲是唔是講貴個數字，你就會切頭毛嘅？
是咩？唔是啊，嗰一間啊。你要聽緊我。怡保人。怡保你識聽廣東啊？唔係福建話冇啊？廣東話。怡保，檳城怡保吉隆坡。怡保吉隆坡。OK， 所以最邊個就係為即係個督辦係咪啊？冇啦，如果用條 X 咧就冇得你去 upgrade，冇咯是 minor upgrade 嚟嘛。Max 咧？Max 咧？上大粒啦 ！iPhone X Max 上大粒啦。個裝咧，別人 baby 個督辦 baby 有冇？多麼個？當 baby 啊？安裝啊，真貴咯，差一杯。我就係平滿貴。冇女就話俾。我個咧，我攞 sponsor 我冇咯。俾我自己，我用我自己女嘅咧嚟俾自己 sponsor 等我啊。誒，阿 John 啊，我唔รู้啊，รู้嘅 iPhone 啊，但你玩是唔是？會一個 plan 嘅，是唔是？你一年可以100塊，又去玩是唔是？Okay, so 一 plan 係呢，一 plan 是 Apple 嘅 plan 叫做 iPhone Upgrade Program。That means 你買電話是installment 24個月，所以 divided by 24。然後一 payment 呢，你到特個月可以 payment 咯。成日舊年我 iPhone X 是一個月成是唔知56塊幾。然後舊家你特別學家12個月 ，minimum 12個月。是啦，你講一年啦嘛，會使換電話咯。一年啊，講嚟講，你 trade in 嘅電話咧，你個就係買新嘅電話時，個就係14個月、14個月 spread out the cost。So 我當今 because 我買你 iPhone X Max 嘛，so 伊個你較貴哦，伊 plan 變咗60塊去，特別所以一個月60塊咯，所以我 usually 是12個月我都換嘛。頭時我唔知講達冇達，我頭講是等到電 iPhone 冇安尼興嘅時候，伊嘅 resale value 較懸 ，because 伊冇咩借嘛，伊 market 冇咩借嘅，咁個行啊，然後是。我自己買啊，講伊個錢較濟過伊一半 half of the value 啦。但是講我買1000塊來講係，我自己買啊，講我係買啊個600幾700塊嚟咋，一年嚟買。特別當拿來拿去咧，變做我係買個錢是較 below half of the price 咋，所以我買1000塊我係買400塊，嚇你400個400塊。然後我是冇得咯，你咪是較減過 half of the value 咯，所以我就。iPhone upgrade program 呢，伊是你咪是學一半啊咯。喲，伊food 嘅聲大聲啊。John 啊 John。嚇，大粒頭。我未都看，你講你嘅 iPhone 嘅 payment plan 啊。你 directly from Apple itself or AT&T Verizon or 伊是 Apple 嘅 plan，特別伊是 through 隻 financial company，伊是成個隻 bank，然後伊 finance。Yeah, like it's like buying a car 啦。嚇。So okay, so directly 你嘅 arrangement 加 Apple。我買 directly from Apple 掉。Not AT&T or Verizon 咯。嚇掉。我做咩事我冇買 from 伊人有相嘅 plan 本咋，特別我做咩事冇買 from 你 telco 就是因為讓電話講，你落 phone 俾曬客你先㗎。phone 掉，落 phone so 我是 AT&T 嘅用 AT&T service 嘛，所以 AT&T 咧那是你用伊叫做唔知咩 next 啊，即 next 係什麼 plan 咧？伊本成日看你本是14個月，啊你那是愛 trade in 你 phone 嚟講，個頭實起嚟 plan 咯。特別冇辦到啲啊，伊度你會使 unlock 你 phone when you pay off 你 phone，就面是特別學習4個字，你個是 unlock 你 phone。即係我架 Apple 嘅呢 Apple 嘅 phone 是個咧是 unlock 嘅，所以我對馬來西亞是我個樣。應該講就是伊 lock that is one issue， the other issue 到底就俾美國嘅，就是 if you 加 AT&T Verizon 加 all these companies 咧，伊人 other than 伊 lock 伊嘅 phone， 伊人係 bloatware 落去。bloatware 是 only for 呢 Android 呢，iPhone 冇。iPhone 冇啦，but 我知伊人
我知依賴係 bloatware， 依賴 bloatware 被 remove 嘅 ，that's the problem。Yeah, iPhone 會 iPhone base Apple 本身冇好係 bloatware。So but anyhow 係so 咪是，and 看到我 payment plan 時，看到我個3年前起我 start 用2年前啊，2年前，唔是 not this past phone the one before， so 3年 phone 即是我第3 phone 用 iPhone upgrade program 咯。You every year you upgrade to new model。你 I upgrade 冇會使，my upgrade 冇會使啦，特別 OK， 但你 payment plan 都是24 months。對。24 months per month is about $50 to $60。嚇，有，你咪是你愛講，嗱，先講另外一隻話我賣嚟講，唔係 happen 啊 ，OK please。So in other words, you pay out 24 months, basically you pay on the iPhone 咯。係咪嘅 ？Yeah, that's right, you're right。你講，嗱，先講 iPhone 上價錢啦。你是24個月之時，你學你彈落嚟電話，你係用落嚟電話，特別你冇 on 喺落嚟電話，丟你學幾年？3年，你會使用落嚟電話3年，但係講你買 upgrade 嚟講，你會使用落嚟電話，特別要學3幾加興嘅了。特別是你 on 嘅電話啦。你都會興到24 months。對 on 啊，對 on 嘅啦。to only 啦。特別我 track record 咧，就是我頭一個 phone 加 iPhone 加當劍橋，我特年都換咋。我 every year 我自己還是自己背少。我是小電話咯，你就有人笑車。Okay, so look every year look 換新嘅。對。And then look old model after 1 year is considered old model， look 可以啦，都對。對。我俾妹啊！即係新嘅iPhone X， 我俾妹聽講有蝦米新嘅物件你熟㗎？我有隻物件，特別我亂講頭先。哦 ，OK， 即係新嘅啊！呢個 camera 咯，呢個 1.8。我俾 camera 是 camera 啦，I mean it's because 一邊做水本來白酒嘅看。不，伊唔是 1.8， 但係是 low light 嘅。OK 啦。你知係咪 feature 無？我哋新嘅物件我哋熟㗎。特別我唔知我背人解釋好，我也唔知用。真係咩暑假？特別你個唔知得用嘅，但我上學上面，我看伊個 presentation， 即我冇蝦米明白啊！但我上學攞，帶上面來冇。我上學我 try to guess， 我猜看VR AR。你好特別唔是我想嘅物件。你知咩？我不要看。係memoji，喲，咩嚟聽嘅物件嚟 ？Shortbread。哦呀，你個叫做啊？爹roti。別鬧做。不，我สุกัดนี้是 dual sim。哦 ，OK。This time 你拿出dual sim。Because 我買電話加了，我頭先用電話時，我特別買是 unlock 嘅，因為我去別嘅所在時，我愛買伊人本地嘅 SIM 卡，因為你若是用你家己嘅公司嘅 SIM 卡，你就要用 roaming。頭先呢 roaming 真係貴，第二呢 roaming 是大片嘅啦，伊人冇 prioritize 外國嘅 SIM 嘅，所以你彈嘅speed 啊，冇像個本地人彈嘅快。你彈是 maybe 2G、3G 呢，แล้ว本地人有 LTE、4G 嘅，所以擺 base 本地 SIM 卡用了較快。特別我買直接換 SIM 卡，會當年我背我係英國嘅 SIM 卡 ，because 有人叫我message 啊，若是有 code 啊，你係 authentication code，伊人叫去我英國，是你看我用 UOB 啊，我有一個 bank account 入邊係 UOB， 你要用 internet banking 時啊，伊人就要叫你一個。伊人叫 TAC transaction authorization code。特別伊人嘅我 register 嘅伊人呢是我英國嘅號頭，因為我特別有啲英國呢。แล้ว特別我對去邊間嘅時，我要用 internet banking 嘅時，UOB 叫伊嘅 TAC 叫去我英國嘅
SIM 卡，特別我都換去本地嘅 SIM 卡了呢，所以佢哋真係麻煩，真係麻煩，所以我買這個新嘅電話呢，是因為伊人有 dual SIM，特別我唔知伊會打限外國嘅 SIM 卡啊，甚至內所在 SIM 卡會打限未哦。我知啦，就是講你誒dual SIM 要攞嚟 generally 要攞嚟辦法嚟做 dual SIM， 之類就是 eSIM，就面是 built in 所得到啲伊嘅 phone 裏面嘅，所以伊嘅 carrier 你嘅電話公司特別要 support 係你嘅，係咯，暫時到啲美國都阿未有過，亦都幾難幾隻啲年保嘅時間有。哎呀，所以我想我未了啦。了個有。那是講你嘅應該是 support 本嘅。when 你嘅電話公司有 support eSIM 嘅時候，我唔知個啦，你我個嘅我未 find out 個本。我是派上嚟講，當今伊是用 physical SIM 到啲我嘅電話嚟咯。了，我會希望講伊人會 transfer 我嘅 AT&T 嘅SIM 去伊嘅 phone 嘅 eSIM 嚟啦。所以我係使貼我性格出來，我對馬來西亞時我係我係係 Louis Maxis 啊，是手講嘅性格入邊，就是我是愛嘅款啦。特別有嗰一項嗰一種誒 Apple 啦，你買啲中國嘅，伊人有啲 drawer，你會係內 SIM 卡嘅哦，誒頂邊係咯，誒底本係嗰一個地址嘅 SIM 卡。對。特別伊人講啊，特別中國交邊呢？伊人買啲中國嘅。你中國冇你成日話你去看你去看 presentation because 人用嘅 situation 是一樣嘛，人特別用上 situation。我唔是講真正坎坷，特別你用時你 verification code 來嘅時候，你冇你電話。แล้ว我有一年是我對面我 usually 我 forward 我 message 去我 Google Voice 嘅電話。แล้วว่า Google Voice แต่ว่า咧ตัวtake 掉伊嘅 text 上面係 from one app Google Voice 嘅 app 嘅位，有一年我對嘅時，我到底 Apple 時我才講我未記 forward 為 phone call，但係我未收睇啲 message 嘅了。所以若是講我有耐性格嚟講，我會 at least 下邊會收到 message 了，另外一個 phone 會用嚟 logo 嘅 phone， 所以我是安尼看啊，應該真係是講你會知道講。你本地英國嘅電話公司呢，是講伊要用 eSIM 嚟講嘅時候，伊後你 transfer 去 eSIM 咧 free up 你 SIM slot 啊，咁你就是用你哋去外國先對用咯。啊，無就是若是講馬來西亞係 advance 嚟講，係馬來西亞嘅你 prepaid 風格咧 Maxis 啊，嗰啲用 eSIM 嚟講係我咪就用 eSIM 咯。伊這邊寫嗬 eSIM。伊這邊寫eSIM 八用攞嚟 dual SIM 嘅時候，是干那睇下干那 China、香港嘅馬交換。啊，對。攞嚟 SIM 卡嘅時候 Android phone ，physical 啦 ，physical 嚇。唔要緊啦，那是從啲香港叫伊買可能頭先咯。係啦，你講中國嘅 dual SIM 伊個就是伊 trade 有攞地。correct，對，應該對。Because the other one is 伊個 adapter，伊個 SIM 係 external，but those is 我買呢款冇安全，呢款冇安全。Okay。啊，對，攞你本是 consider dual SIM 啦 ，because dual SIM 一個是 eSIM，一個 physical SIM，特別。特別伊個 model 人買啲英國甲買啲美國嘅是上加阿 John 講嘅啦，是 eSIM 嘅，所以若是開伊個 SIM 嘅拖啊，有一個 slot 嘅，就叫係一個 SIM 嘅。你換電話號碼嘅時嘛安怎？你del個換咯，你del個用伊是用隻啥 QR code，你看 scan 入去嘅，你成個你再攞嘅 iPad 咯，乜 iPad 有你叫咩啊？ iPad LTE 嘅 iPad 啊，當然用即叫我唔知，我冇 iPad。我唔捌用定到 iPad 伊上成 iPad 咯，伊是用 software 伊有即係特別用嚇。John，你講 US 嘅 model 都是 eSIM 都是 hardware right？eSIM 是 is on the board itself. Yeah, it's soldered to the board. So that means 你被掏出來嘛？你被掏，特別你要 program 換， so 你 still 嚟換，特別你 reuse 依個 electronic 嘅 SIM 啊。
I can think of one security issue tapi cile tu si too much information ha. Tapi cile John 伊那是用eSIM嘛，伊都被伊人嘅公司嘅人話好，如果是你家己會在條話，你特別用伊公司愛特別好，你就 go，แล้ว你會 activate 伊嘅時，你 go through 伊 scan 伊 code 啊，是咪？你就 go through 公司。伊隔兩個人做伊人做啊，當今because伊先就少個，我冇咩 understand。中國嘅 model，你人講有knowledge trade 伊嘅 SIM 卡。對。Right, so 伊個 Apple 嘅 hardware，伊個 internal hardware 冇 SIM 卡嘅。啊，特別以 SIM 啊，你講 security 嘅係特別以 SIM Apple 嚟講係 Apple 那是用以 SIM 應該是 quite secure 嘛。Apple 嘅話上，這冇嘅咧 encode 啊，你冇嘅 encode，就講你講 identity 嘅。你在 Android of course 有 security issue。Apple 嘅公司咧冇好 backdoor。Okay, that is understood. But then 我 recently 我看到伊人伊 iOS 12當佢伊人 start tracking 你嘅 activities 了。好啦，這個是你看到伊 article 冇？伊嘅 trust 個，伊 something similar to 登山government 伊人 track 伊人 citizen 嘅呢。特別你想下那是 Apple 啦，那是 Apple 即係啦 ，every time 就出 iOS 啊，嗰陣就是 start 講嘅吧。哦，是 Apple 出 every single version，那可能係 conspiracy theories 嗰啲出啊。OK， 嚟講到對 physical 等話，你人暑假係咪食？你baru sansek nya ni. Ni baru sansek. Ada di sini lu be ilang ukur jelek ujian cesek ya hal si wang tak ni. R. iPhone 10R. 10R. As in regular. Regular. Hello? Hal si regular. Hal si ka Mickey Mouse lah. Hal si ka Mickey Mouse. Ini si ka pangye ah. Ha, ka pangye lah cina cesek eh. tapi 嗬，伊個 screen resolution 真係喎。伊用 iPhone 4嘅 screen resolution 嘛，真係差。你有時你個看到一粒嘅 pixel？冇啦，世界你nhỏ nhỏ問你 A 啊，nhỏ nhỏ問你 A 咧。Super Mario Brothers 咧，有安尼差咩？是，有差。冇啦 ，I'm sure not that bad 啦。你可以看佢 YouTube 嘅 review 用到 compare 啦。Same resolution as iPhone 4。I mean， 我本來 iPad XR。tapi frankly 啦，定到 before 你看到 iPhone 10你400 plus dot per inch dot DPI。yeah pixel per inch 時，你被 compare 嘛？你當佢 compare 㗎，即係嘢，特別一般是 still agak 300幾 PPI 個。即係是講 iPhone 10加 iPhone 10X10， 哎呀 S Max 太橋咯。係啊，到 especially 我個豆 S 嘅，是個講過 iPhone 10加 iPhone 10S 加 iPhone 10S Max resolution 是460幾嘅 PPI 咯咋，所以你 compare 起來嗬，以前差是真係啦。特別係講你冇通 compare 嚟講，應該是 OK 嘛。特別較勁過 iPhone 5呀，definitely 較勁過 iPhone 6、7加8嘅 resolution。特別 that's why 伊是 R 咯，伊是好咯 regular， 好咯 in between 嘛，所以你俾伊嘅 physical， 你俾伊嘅叫咩？伊嘅 chip 嘅 power， 加伊嘅即係叫咩？即 face ID， 特別你買 screen 嚇，你咪是俾你 R 咯。特別我講聽啦，啲 screen 啊 ，Oh my God！ 就係我 pick up 我 Max 嘅時候 ，all screen，Oh my gosh，all screen 㗎了 ，screen 㗎了 ，Oh my God，so sweet！在這裡 picture 好想下面有想去看啲 bio lab 嘅一個amoeba 很小英，呢啲吉利哦 ，supposed to be planet 嚟啦。呀哈！哎，你看我 Face ID 啲你我看到。個
了你有伊个 special screen saver， 所以有伊个开诶，甲伊个分诶，你有诶无？你会记袂？伊人 demonstrate 即个你是 watch 啊？你是 watch 啊？我是講你是 phone。我有啊，你到底嗱，你看即個到底 watch 即個。都 watch 嘛哇，真係 shock 咯！計水呢 ！Oh my god！ 我跟你講，有一年我未 watch 喎，just for that feature。Okay，I have one word，即係話你我未講，個了是 screen， 喂 upgrade 啊，了是 screen， 喂個了物件 ，screen 卡真大。等陣 I'd like to discuss some thoughts on next sentence. Okay。我是做工，真冇用。OK， 咱家己講就先，我要 respond。你迄個手錶幾鐳啊？手錶乜貴啊？貴啊！真係真係貴了咯！伊人做呢好生意啊！伊睇下伊人無插伊價錢啊！伊直關，伊人上講啦，唔要緊啦，逐人就定着買啦，伊人無插。你是得阿莊這款人啦，嚇？別怪。無啦，哎呦，我別用個仔講死人真係貴嘅。我都無這邊無伊個 program 咩啊？哎呦，因為按摩水哦，水哦。我講聽，我做咩事會？我電話，你知咩事？我電話，我特定以為換嘛，攏知嘛，你我特定小電話嘛對。你手錶嘛免換？我手錶是蝦米事？我要換。我係唔是講到別使啦。我係用我係 Echo 啊，我琴日嚟不對嘛用Echo。唔是 Echo 唔是不對嘛用嘛是種啊。應該中啊 Hello， 應該中你換你請你 ，no， 你 headset 咯，哇，testing， Echo 是種等我 mute Echo， Echo， 個有啊，等我除下加工啊 ，Echo， 唔是加工ketupat Echo， oh ketupat Echo 是ketupat， Wow， oh because sometimes like 讓你 headset 啊沉埋啊，伊樣是伊無咪伊聲伊麥嘅聲 retransfer 過去 microphone 咧是接得對。OK， 我琴日就用 direct PC 嘛，laptop testing。Hello， 佢看 echo 啊？冇啦，當然冇啦。我 iPhone， 冇啦。你 sometimes 你 computer 就 figure out 呢 echo cancellation， 但係 OK 啊。你好，咁我諗講咩啊？講手錶你看手錶，伊手錶 packaging so oh my god so sweet。Oh my god， 你個買過一個手錶啊 ？Oh my god， 有貴餅哦。食緊貴餅呢，等我開下你看，一隻水嘅。做啦，你買新嘅手電，你個買新嘅手錶啊？等我食你看。貴嘛，多處。喲，不 OK， 你聽我講。我要這樣拍嘅哦。冇啦 ，OK， 我喺電話都唔是講俾個了，學個了full price， 對。我電話講一年我咪是學一半嘅錢嘅啦。特別我知我自己破嘅，特別是我一項物件。哎呀，你等啊，呢個 Malaysian Anti-Corruption Agency rate 嚟處事啊，開這個貴都㗎了，邊個會面講㗎了啊？邊手錶啦，係咪？冇啦，我係講定我物件賣起嘛，我都冇收㗎了誒。你知道我電話我是賣啊，我賣咧。嗱，我 iPhone 5我未賣哦。下仲未俾 iPhone 5。阿涵，แล้ว即係我講聽 Apple Watch 係咪嘅手錶？你看伊隻 packaging 啦嘛，看成日訂單，係咪攞掉？哇，真水真水！你又看後尾係呢？後尾是
一內你看，然後你看只手臂嘅，你擺嘢你起來，然後你開嘅時，一隻開花起來咧，你看，My God， 辣水！哎呀，然後啊，等陣我未看到我自己。冇講你會硬用，你會攰啊，當然。啊！你看啊，干那伊包呢，幾那百塊了咯。你看啊 ，Oh my God， 個水，這是 the cutest thing。OK，所以伊這個 band 到底對了，伊 watch 這邊啊嚇，然後啲出邊物件當然冇用嘅嚇，就是伊這個，你看伊這個little sleeve，伊這 sleeve 係到底伊個手錶，你看，介叫。Oh my God！ 叫佢是擼啊，唔是迄個。So cute，嚇！你成個超爽呀，就是 cute 啦。你成個就嚟，我就是你手錶，你個手錶。哎呦！你手錶會使做蝦米？我看到伊講伊蝦米拔刀，伊就知你拔刀蝦米。啊，就是新的啦，係新的比較 fall detection。啊，了。中間嘅事時候，伊知無啊？你那是你殺小大粒啦，你就會只大粒應該知啦。差唔多啦，了伊 ambulance 啊，是死火啦。其實 fall or fuck？ 哎呦死！我未見係啫。冇，你拔到了伊會做安怎迄個手錶？伊會 call 伊咪那是伊叫911咯。伊那是 immobile for 你無叮當 for 5 minutes after detect 你 fall 咧，是伊 call emergency。Either that or 伊叫伊個 undertaker， 伊叫伊 funeral man。係。我伊會 send a message for 你成個你 assign 誒contact。Okay, so okay, what actually kind of excited about you watch 過電話？是哈。哈。然後 so because okay 嗱 okay 你看當今我看到我 message 你看啲 message 是 full screen 啊，我個就諗別個啲 message。哇！攰咧 ，scroll down。定到嘅時候，你看到啊？係啊，佢 full，你看到伊個 screen 是 full 啦，當然。佢 edge to edge 伊上到我嘅 phone 啦，伊 edge to edge 上到我嘅 phone。得啦。真神啊！當今我做自賣病喎，自賣病啊，伊冇 Apple Pay 咧。冇 Apple Pay。你自賣。喲。是啦，喲。Android Pay。當今 Apple Pay 係謝啦，特別 US。特別我哋希望嘅就是我可能知道呢，我用 Apple Pay 特別拍油嘅時。拍油是知道呢咯。我拍油是幾好用嘅啊 ，especially 用你 watch 嚟講啊，你好呢。特別伊個 limit 是很高價作這類，你會用 Apple Pay。啲疾病啦，啲 Australia 到100塊，因為我諗係baru 30 pun 呀，30 pun。有限嘅咩嚇？有限嘅，我唔係有限嘅喎。因為啊貴了100塊你就愛用 PIN number 了嘛，都被 tap 了。哦，I think maybe 卡嘅呢，你個咪用 PIN number，你用 PIN 了。我唔係用過喎。PIN 啊。邊時到少 number 了。Big Bear？ Big Bear？ Big Bear？係咪 ？Big Bear？ Big Bear 是係咪 ？BB 咪是 Big 就是講 secret 啦。哦 ，Big Bear 哦。好 bear 啊 ，Big Bear 嚇咪嘛嚇。Big Bear is pin 啊。嚇。你 directly translate 啦。Big Bear 會咩？BB 嘛，咱講 BB 嘛，咱講好bear嘛，唔是 Big Bear 咯。Big Bear。
แล้วก็ทำมีลูที่你新嘅 watch ก็ทำมี feature ก็ทำมี特別嘅物件。OK screen 是啲大 feature 咯 ，OK。แล้วก็伊個冇咯，安尼冇伊個 chip 咯，新嘅 chip 所以較快 ，performance 較快。嚇，แล้ว一個有即唔是電話啦，即是手錶啦，一種有walkie-talkie 啊，啷嘅手錶，我可以使用 walkie-talkie 嘅喎，幾手錶啊，特別就冇 gimmick 啦，特別。你講下面啦 walkie-talkie 哦，Apple Watch 人哦，把人 Apple Watch 啦。第三嚟 Apple Watch 係 walkie-talkie 哦。哦，是啊。The Series 1, 2, 3, 4. Oh shit！ 我講你成咁我講起 Siri 話我電話，等陣咪講 Susan 呢隻頭。Hey Susan，Hey Siri。Siri 講好話真好嘅，你知喎。哦呀，有一擺啊，我嚟這邊下無人甲我講 dialect 啊，我係 Siri 是用講好話嘅。Siri 今日嘅天氣點啊？你就甲你講嘅。哦。我try 佢本，只水嘅時候。特別冇學嘅話。嚇，冇學嘅話咯，單架籠做。是啦。OK，แล้วก็依個 speed แล้วก็ว่า第四個是依個 screen size 啊 ，because 依 advertise 嘅 screen watch face 是咩？advertise 嘅 watch face 係只 complication 嘅。我哋潛水。我是個呢，你講看到係咩啊？我看到 Louis Mickey Mouse 嘅頭嘛。哦，我 post 啲係咧，邊啲學嘅咧 Instagram 嘅。嚇 ，Mickey Mouse 定當 Mickey Mouse 是 OK good 啦，但依冇咩 complications 啊。所以當佢explain咗 round 邊一個佬嘅啥嘅 additional complications， 我哋要見什麼啷就 Apple Watch 邊，or any watch like e-watch 冇，anh cái lắm bộ à yên xiển không cái lắm老bé小老bé Don ha chỉ lấy mới sai là so look any look camera mo cái camera chứ好正anh nói tụi bạn接佢戰經嘅頭協人喎，是啦，我係啊嘛。不，所以你好，你有當主人有隻 smartwatch 人嚇，你人看你手錶時是看蝦米物件，蝦米 information？How many steps 哦？Social network, WhatsApp, notification，係咪啊咯？那 because camera 所以 snap camera 成頭去 factory visit 有。我冇看點聲呢？係咧，冇看點聲。Smartwatch 我真係冇俾啲歌啫喎，你係是特啲，你未記得你揸啫喎，你 obsession 我啲揸啲啦，你起啊嘛。哦，即係 supposedly 係 last 3日啊，我特別 depend on 你用咗幾啦。我 usually by the end， 我唔知 today 是 full day 然後我睇看我 usage 用咗幾，當基本個99%啊，冇呢個10啊數。So usually 我第三咧 series 3咧，我係 last 放工咧嚇 ，before 我去困嘅時，一個出嚟個40幾%。所以我別用邏輯啦，而且少過一半嘛。我usage 一我特別看係咩？我看點聲，看 weather， 看天氣，看幾度，然後看我 meeting， 其實我 meeting， 即係 next meeting 啊 coming out 嘛，所以我就看呢隻真好看咯。然後個有，那時我有做運動，咪是看我 activity 嘅 ring 咯，當然冇。有得用先少，因為 something new 嘛，你有得用了啊，真係冇俾啲個背掉去，你看你打閒直接，因為讓 email 直接來 WhatsApp 就來。你被冚嘅咩？你被冚你
on email my take not my send notification to watch mà. Because 咱做 marketing 啊 always on the run 啊，你换车咪你付旁边啊，你无感觉你讲 email 进来嘛了，我係 industry 哦，伊嘅 email 啊特別 on the 就 promptly reply 樣嘅。But 你 I mean 你用你 notification my send 去你 watch 跟住 send 去你 phone 呢？明白哦？ If your phone always in the silent mode 咧，你 phone always hit no at because phone 冇清查嘛，你 at watch 你 scenario，so 你咪是 my send only select 你 I notification 佢你 watch 啦，然後你 phone still 響啦。kalau mau kami kena lo, one Facebook lah, ni kalau buat add tu, Instagram buat add kena. WhatsApp sama je email. 就是你講只 email 嘛，你咪是咪用 my send notification 佢你 phone 咯。That is the watch, the smartwatch is the purpose of having it. 特別你係經下面物件就 notify 你嘛。有咯 email 從 WhatsApp 特別你是講小姐嘛？你講小姐，這唔是你被 send 佢哋手誒？看啦 reply 嘛。我所以只好 reply 到你 watch 嚟。不，看用 phone reply because phone always in the silent mode 嘛 meeting 嘅意思嚇。咁我哋看講面看 phone 嘛，啦 at least 讓你 smartwatch 嚇，一 blinking 我哋一 blinking 先讓你知嘛，你看。嚇，特別就是講你話曬小姐嚟講。I mean, 你這是 sounded like a benefit. 我哋 usage 本啊。But 但是講你不用去 watch，特別你個買係 affect 你嚟講，你咪是 turn off notification，你 still 用對你 rely on 你電話嚟 check 你 email notification 咯。呢個從前個對你普通手錶，講明嘅。Oh my god！我未清，我 actually 我只估冇清普通手錶，普通手錶係咩事？我冇咩事㗎 ，something on my wrist。如果我冇清手指，我冇清 jewelry 啊。The only thing 我 get used to 隻手錶係Apple Watch because 我舉手起來時，我唔知嘅嚟看日子，哎呀死！我只 race to Siri， 我嘅舉手起來，咁 Siri 佢在聽。我係舉手起來嘅時候，我係看到唔知嘅嚟點先嘅日頭呢，日子呢，我俾看較濟項物件。conclusion。阿 Johnny 是 Apple fan， 你可以俾我先你手錶啦。Okay, we can wrap already. Okay, Conclusion, John Apple Orchard. Conclusion, John 是 Apple fan 是20年嘅歷史啊。這年咩？嚇？這年咩 ？Apple 嘅 fan，of course，我唔捌用過，我 own 一粒嘅。你頭隻 phone 是咩？你頭隻 Apple phone 是咩 ？iPhone 咯，頭隻新嘅 iPhone。iPhone 有幾號嘅冇是唔是？咩幾號 ？iPhone 2啊 ？iPhone 冇 iPhone 2嘅。冇，3是一個 3G 呢，因為唔是一個 3G。一個 3G 啊，嗬。我想個頭爆炸。特別伊第二個 iPhone 是較大，伊 memory 較濟 storage。iPhone 是 3G， 了第三是 3GS 對喎。對。對。我 start 用 3G。特別冇，伊頭一個是咧，伊個 with the iPhone original iPhone 嘅時候，3G 咯，8加8，冇嗰啲 storage 啊，8 gig 加，因為是4 gig、8 gig 加16 gig，當然聽到一個好長嘅嗬，當叫做我200幾。哦 ，by the way，未講係 color，我高看一個要。伊個金嚇，即是金啦，特別伊金是淡薄伊較重誒，伊金。特別伊後尾嚇，伊後尾啊，伊是伊個玻璃嚇，伊成美色咧，特別伊有一個 shimmer， 伊成淡薄金嘅呢，看到是啊，即 iridescent 嘅 quality 淡薄。誒，這都超嘅，再講。sorry， 你聽到我咩？我想講話。我成個琴棋啊！真係咁多次啊！Sorry。แล้วอันนี้คนโอเคก็ทำมีอ่ะ我等你 iPad 來咧，你 iPad。唔是出了咩新嘅 iPad？冇啦，佢個像個 iPhone， 但係你看你 bezel 會出工啊。
哟，裝係咩聲咧？你是車嘅聲嚇？是啦，我係私人安咪前多。我用earphone 都唔聽到啊。誒，係私人架嘅。你做咩一個小到車一個？一大車咧，咪白嘢大啦。你講邊啲學見仔亂 ？Put your seatbelt on. Yeah. The door very long. Yeah. Very long. The seatbelt. Don't take other things. Take your seatbelt. OK， 嚟啦，咪講係咪件新嘅feature iPhone 㗎？係咪？No，I mean question about 這個 release。你 iPhone 是啦 ，iPhone 唔是伊 aperture 係 adjustable 嘛，對冇？我想講伊綁到 iOS 和 iPhone 10都有 ，after updated 咧，冇呢啲 feature。我冇，sorry，我冇聽到你講咩啫嘛？有 blur effect 啊。哦，伊冇咩？伊 camera 本有partial manual control 咧，你係 software control 伊 f stop， 你係記得。Yeah，特別我 to alter the depth of focus。冇咪好，我 try 用。我 try 下，我咋會用？Portrait mode 嘅時你會用 alter the depth of focus 咧。我咋會 try 用？แล้ว我 try 下。我看 June。tapi 你若是用嗰個 feature，伊個 memory，用伊個 memory 比較上重。但係有見啊，你這當機我攞把，最 memory 又你好啊，攞把個10粒哦，個自己彎啊，哎呦，是，這個你 Mac 啊，哦，你 YB 啊，你用是冇從是 portrait mode， 你用 portrait mode， 你做用 portrait mode？ No 啦 ，I mean yes but 我用 portrait mode 喺這邊啊。他們阿轉老化了。都係老年啊！你看伊會變。我係老花白嘅，所以我老花係變鮮花。老花嘅鮮花。Okay. Oh, move farther away, damn it. Yes. So bad lah, I tell you. 該無好呢咩？該無準呢？伊個 blur 是咩？我都看。差咩？我 iPhone 11。About this 啊，我成日覺得冇問題啊。就人看 video， 我佢聽到人幫。Sorry。英國點你叫幫襯 ？Sorry。你做到看 Angry Bird 英國點？唔是看 Angry Bird， 我哋即係是邊尺啦，我哋去做邊尺。你看就冇準啊！嘅我清彩翕咧，反而未見。OK。呢個 blur 冇咪準咧。啊？俾佢咪看出啊？呢啲特別是人。我看你是人嘅啦。你冇夠 distance，John。You know how much 冇夠 distance。你看嘢，我邊度變到有一個壁了嘛？英國點你冇俾出嚟啊？要補，我是講伊，你看到伊碼寫冇 accurate 喺度，一邊伊 cut。哦呀。伊冇準。So， tapi is the program for face lah. Yeah, I think it's for face. You know how much I love iPhone 啊？伊係啲 portrait mode 啦，咁我個無光前那麼準個。Hello，我們是咁嘅。你就畢竟，我係為變緊嘢。啊，你講。我正 OK。當見你冇驚，肯定你 line 出嚟出嚟可能啩？我冇 line 上面驚我係我個。安尼見。哇！嗱，我 line 出嚟㗎啦嗱。啊，你看 I mean not bad 啦。我這個 portrait mode 是水過阿威，是。水。未拍嗎？Not bad. Oh, very good 咯。F 1.4。1.4。
Oh, that's excellent. 冇咩 accurate 啦。That's okay 啦。冇咩 accurate. I think when you go to about 4.5 maximum 你go 是 2.8， it go still quite realistic 個。when you 去 1.4 是真正冇 realistic。อันนั้นก็เอกจ้ะใช่ไหม still ก็เอก哇水啦我 portrait OK 不要講我幫這 portrait 我幫到啲這個 episode 被動嘅等我翕我小影啫翕這個 Apple Watch 喂我別我再翕我電話我別翕我電話用你貴電話嚟翕啊我冇啊 trade in 啊假你電話用你 computer 翕咯。我但我特別安尼看，安尼，了做啥？死人變真係是。阿 John， 阿節啦，阿節你使聽你講，你唔使聽你講無類啊 ，because 你類過頭前，有時你把你做啊。哎呀，唔係做我 guilty 啊，做我 guilty。搭過啊！你愛自家講，哎呀無類啊啦，無類啊，唔使講啊，等你講我就你講。冇，我看我類是 prioritize 得病。冇即講，一餐未死。是咯，搭過啊，又係講我無類啊。後頭一個講個一刀，我就講無你佢頭前無意嘅。禮拜啊 ，Instagram 啊，看到伊出去食啊，叫伊食麥記味就好，安尼坐類。係咩嘅？我冇明白。你去 Instagram 啊，你去後面啊，你食下咩啊？啲 restaurant 嚟試啊，都你啊，你去食麥記味。誒，我麥記味唔歡喜啊，食Taco Bell唔歡喜啊。是講係只貴咩？I mean 貴啦，特別我都冇想倒買，你算起來好，我一年開一刀的嘛。我一年開一刀呢咩？哦。一年開一刀大條嘅喎，大條嘅，那是我電話咯。你個就安怎了？哦 ，iPhone 啊，後面 HomePod 啊，唔知下面特用，特別我你在就住用啲借哦 HomePod。下面啦，我媽，哦，我媽嘅我爸嚟時，我爸冇插，我媽繼續用。我問大家 ，Hey Siri play Chinese music， 我喺旁聽，等你轉嚟嘅話，等你設定嘅喺旁。哇！以後聊一個要自己講啦，佢 check weather 啦，看見咗佢落雨啊，未啊，咪出去奔草啊，你有時我應該買一個可以啊。特別我計講 earphone， 用 speaker 是一個用喎，我 set up earphone 是一個冇用喎。哦，哈。因在做乜事到廚師啊？一個一樣。有一個我當時。做全部物件做嗎？伊每 weather 啦，每幾度啦，每落雨啊。我跟你講過，你好笑都是有一咩事？我 internet down 啊，然後伊向要叫伊撳嚟開啊 ，because 我廚開是聽開是，嚟叫咩啊 ？Apple 咩啊 ？Home。Apple Home 咩啊？Apple Home HomeKit。你攞嚟實我較新啲啊，冇啊，當然。我白手機啊，冇很少較新。多一個線。แล้ว我不講咩？我係爸母走我30半啊。有電視啊，我佢就知。Anyway。我係爸母有一咩事，冇 internet 冇聽嘅時，我聽到我放埋車佢唔知個字點，然後因為按公交嚟嘛，阿漢那個巴多 into the mind，然後伊字點嘅時，我聽到我爸講嘛 ，Hey Siri，good night， oh shit， enable Wi-Fi， 你攞時講嘅啊，哈，對，講嘅對。Tapi lu kau Siri ya i unicorn masculine voice like answer lu mau覺得奇怪咩？一個 Siri 是 female 係咩？係咩 ？Siri 唔係 female 名咩？唔知啦。個啦 ，Siri 喂 Siri 咪是公嘅，即係 female 嘅。我suka 播嘅喎。
But anyway，伊講 Hey Sarah，我爸個問到啦 ，Hey Sarah，good night，Hey Sarah。Good night. No, I'm didn't try though. My internet down, I be connect to the device 啊。So，我 check 嚟方面，我個好潮人，佢成日都係 try 背喎。我就聽我爸講背喎，你講啊，講下大聲。該出味 ，Oh my God！ 出味㗎。你話用 Alexa， 我是用 Alexa，so 我 Alexa command 你是 bedtime。I say Alexa bedtime， 咁แล้ว伊樓開，可以咁แล้ว冚，แล้ว定邊我係 bedside light 佢。你會開是 smart light bulb 吧？我用 smart light bulb 啲一啲。哦。แล้วตอนแล้วsoลอง有哈咪物件興趣咧，讓別人關係知道嘅 release。我呢是這擺我愛買嘅呢，是因為我嘅 SE 嗬啲 low light 真係差。哦，有你俾真正歡喜啊！你when你用咗你 iPhone XS 是啦，咪講啊，我係 Sony Alpha 6000嘛是 low light 嘛是差。特別係你第好係什麼 Pixel，Google Pixel。對，較好嘅 iPhone。對，但係出嚟嘛？第三。了我係紅河，了伊罵我你知哦，伊甲我講，你買 iPhone 了下，你袂使講你家己貓下，你無 belong 佇貓嘅 club 內邊了下。係咪貓什麼？貓啊，你做人真貓啊！哦。我愛塔你出來了哈，你袂使，因為你買 iPhone 了。是啦。當今我哋講到本來學人講到蘋果先係超標，跟住這是我人 sponsor 我 Sugar Daddy sponsor 我。是兩邊。嗱，咪去看啫，我到啲 Instagram 嘅 story 話你個 ad。Anyway，個係咩件？個係咩件？係咪？等我想下個係咩件 ？OK，伊新嘅 functionality 係咩啊？嗰時咧，啲 IP 咩啊 ？waterproof 較關啊。哦，對，68咧，當然 from 67。真係是有人嘅 iPhone 嚟燒水啊，同佢。是啦，我借我咯。我愛啊！我聽人 test， 伊是嘅，伊個樣 test 不成 liquid 咯，水啦，海水啦 ，orange juice、coffee、beer。啊 beer。你去倒 beer 死人鬼。我唔 ，actually 我 still 唔敢，我 still 唔敢入去燒水咯。John，嚇。我個問我就愛走了 ，because 我要去高登。OK。個問有一個我唔是貴嘅講我拄着兩個大學生，OK？大檳榔來嘅，了伊一個檳榔人無名講福建話，所以我冇名咯。了我咧講，哎呀我未曉講，了你去檳榔福建去學，了伊講。伊講，我咧伊講我就歹聲咗去，我未曉講，我講，就是你未曉講，你就愛去學。我人迄邊有一個老官未曉，真正搞過 professor 當天，一笑你知啊？咧但買時伊講我，安迪你有去檳榔學嘅，我講我甲我無啦，當天有你本來啦。咧伊講甲我講見大啲大學，我個問呀，甲來會使 anytime 來，講人家邊度無人掠你嘅，我講你啊，但是講伊來嘅時，你甲好，係咪啊？你家人咗來嚇？你家人咗 join 一個 hang out 呀？我甲伊講，特別應該伊會曉嘅啦。若是我講一道，應該伊人囡仔會曉嘅啦，真夠。OK。OK，我肯定咁會嚇，即是加工嘅期間，popcorn 攞了。唔是 popcorn， 攞了 popcorn。OK，你叫有影個對嚟啊？我冇影 ，because 我係。我好難有物件。
adoration start at 4 o'clock. 哎，你會記 record 好玩啊？record speak in tongues 啊？哦，你會啊？我叫好路，嚇，我叫好路。誒，OK，我有聽到頂禮拜你毛毛菇叫我嘅聲，什麼？伊聲個聲是 slow down 嘅聲，我唔知是伊叫我就嚇。OK，so 我唔是講是真嘅，特別伊是講伊聽到係咪聲我唔知個，所以部毛毛菇就到落係毛毛菇啲哦。我唔會講咗，我俾佢 explain。誒，我唔知係咪聲，伊聲個聲 slow down 啦。特別伊是講伊 situation 是安怎？伊啲講我啊，一般是伊規間厝嘅電無internet 噶啦，佢電就無嘢。了是伊就走去，伊咪是啲做咧是紅險伊嘅電話，伊講唔使聽就咪聲咧，伊用個電話 record 好啊，咧叫啊，伊叫 Alex 叫啊，特別我唔使講伊叫啊，是係你 file 有 corrupted 有唔成個伊 sometimes 是個 corrupted 伊嘅 sampling mode 無相嘅數啊，所以伊 playback 是辦嘅，所以我咪聽伊 explain 看伊落掉係咪聲。嗰一個 John， 嗰一個。啊咧抄話大昂講伊咗伊叫路誒嚇，我叫伊講今日 today 冇得伊未來 because 伊係 last swim before winter comes 伊未去樹水後先嚇，so 但是講一對來係是伊若是會赴伊度參加啦OK 好，抄話大。你是我講嘅啦，唔是伊講嘅，是我講嘅抄話講。掉啊！我同你咩事話嘅定？我同個不得有，不過一個未接唔見啦，所以我就希望我係新嘅成嚟看啊。我就偷嘅隻嘢出嚟啊！嗬，我嘅會笑就喲，我冇偷個未笑哦。你偷咧，隻嗰條面嗰條蛇柱一個嚟行到對，要我真麻煩，但係買隻咁樣。是上加fishing line 咧，是無？是上加一個線。即係 tray 佢咧，一副一成個位刀，一成個位超級嘅 shape 對啦。你看到位超級啊？伊就是一成個 vacuum bag 嘅 vacuum seal 嘅。呀。啲一啲。Nothing，定嘅屌。對，OK。特別你睇下你講一間佢看下淡薄。伊較記辣，佢都看呀，嚇，伊較記辣。伊藍嘅時候就是伊記辣嘅時候。啊，就是啦，未怪。OK，但我講對。最人拍隨便俾八零 model 嘅 R， 有最人俾 R。冇來俾人啷個了咧莫個冇物件講啊，當莫個加個都不怎麼用 iPhone 物件啷 mute 掉哈。我冇你好記啊，做啊，你咪使講，我坎坷啦。你問講啊，你冇到把人直頂。係啦，你係冇到把嘅沙㗎啦，你係冇到把嘅沙呢，我係俾幾大就標了咯。係啊。John，我講，嗱我呢，你能先知啊？多了頭啊，每個款就是會 confirm， 即係 AT&T Verizon 所以人家了伊 iPhone 冇 Bluetooth 咩？冇 ，Apple 冇 allow carrier to install any application software. Correct. Okay, just making sure. Yeah. 多英國講啊，人係你 OK？人先知係。呀。OK。特別啊，我係B2 club 啊，伊人叫我一個電話啊講，冇啊，人要修理房間，所以你 reservation cancel。Oh shit！ Right， so 我去 Evergreen Brothel。OK， 各位聽眾，當今日我是落個一邊先啦，係你我人落只等啊，就被搬咗挪斷嚟幫，所以就是頂一個禮拜啊，唔，一個禮拜，人個都嚟聽第28但話個蘋果嘅但話個手錶，然後這禮拜大概嘅呢，就是佢走去啊，佢都八加工後點，I think 冇嚟過先，然後佢摩多零啦，加大摩哥加
個不杜馬yam 加英國中加阿韓加個 I think 冇動力我未來，咁唔知。個有大頭，感謝，拜。哎呦，喂，就落等嘢拜。Boy, shut up.